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17号。这一期咱们闲聊一下这个最近的热点9月15号有媒体报道这个曾经的网红柴怼怼被刑拘了。9月10号有消息称网红柴怼怼原名柴向前等人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已被温州市平阳县公安局立案侦查。他这是刑拘据大象新闻9月15日在网红柴怼怼直播间购买玉石的消费者称，他们通过警方提供的查询途径获悉，柴怼怼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一案已有初步的进展。查询信息显示警方已完成对涉案首批玉石饰品的价格鉴定和真伪鉴定。说这个鉴定结果目前已鉴定的30多件玉石产品，估价普遍介于30元至500元之间，其中15件玉石真伪鉴定结果为染色和田玉。在查询页面中的人员信息部分显示，柴怼怼等人于9月8日被依法拘传，次日也就是9月9号柴怼怼与其妻子肖某被刑事拘留。多名消费者向记者表达对此案进展的关注，在柴氏珠宝花费6666元购买和田玉手镯的张女士说希望当地相关部门公正处理想请当地的相关部门为我们秉公处理，然后还有就是给我们被骗的人退款。这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特别的气愤，因为他们在直播间扬言说就算有钱也不给我们退，知道他刑拘就长出了一口气吧。有12件东西交给帽子那边，接近可能金额在近4万块，但鉴定出来的总金额只有那3000多。实际柴氏珠宝售卖的价格跟鉴定出来的至少都要高达10几倍，有的是有20多倍。染色的退回柴怼怼那里了，一直都没有退到款。我希望当地派出所能尽快把我们被柴氏珠宝扣押的玉石并没有处理退款的尽快调回来做鉴定。目前我呼吁的受害者们，第一批的受害者是一共送过去物证有130多件，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检测，目前只有30件能出报告，其中15件出了染色的和符合证据量完整的。他就说我们送检了这么多，我们在鉴定中心的时候，鉴定工作人员人家都不收，说你这个都没有鉴定的价值。我又去了鳌江当地，了解了就是案情的发展跟走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把自己的资料全部主动的提交给鳌江那边的警察。看了这个视频就我有个感想就首先这个什么人会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花9万、10万、6万、8万去买所谓的玉石呢？难道现在钱都这么好赚吗？在一个直播间里面一掷千金就买那所谓的玉石，就这个反正我是不太理解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在直播间去花10万块钱买一块玉？这是为了满足他什么需求呢？或者说他是倒玉的，他自己也卖，买了之后他再讲个故事卖给别人，还是说他收藏，对吧？买了他就是喜欢挂脖子上面，套在手腕上面，这个反正不太好理解就是那说明他是柴怼怼这个直播间叫重度用户就是普通用户他恐怕是重度，就离不开，他一看见那个人家拿出个石头他就买，已经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不太理解我看这个警方好像意思就是那些这个上当受骗的你在柴怼怼直播间买的玉石都可以送过去检测，就是涉案的第二个呢，这个更加验证了我的说法，也有很多老粉丝的吧，经常看我节目的应该知道，我应该是在2年前还是3年前就做过节目，专门说了经济不好，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这些文玩这些玉石咱就别碰了，超过邮费的对吧都不要买，对吧？9块9包邮的你就买，反正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现在来看9块9包邮的最好也别买了，因为它是染色的，你也不知道它加了什么化学物质，你买了这个戴在脖子上，万一整点什么皮肤病，对吧？或者是有什么放射性的元素，
吧？有害身体健康就算了，应该很多网友记得吧？对吧？管它是什么东西，只要超过9块9不要买。你到线下啊，那你就顶多不要超过20，因为还有10块钱呢，你就当做是对吧？那个人家摊位费或者叫租金，还卖的稍微贵一点，能理解。这个前一阵子央视啊专门出了好几个这个视频啊节目对吧？专门揭露这个网上卖玉石的啊，这个和田玉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集散地就在河南南阳，叫石佛寺对吧？央视啊专门报道过，这个5、6块钱那石头，100块钱能买一大把。现在经济不好啊，赚钱不容易，没必要在这儿对吧？交智商税。哎，这个我告诉你啊，就妥妥的是智商税啊。记住了啊，不光是直播间不要买，你就是线下商场也不要买，这些东西跟韭菜没什么关系。你韭菜说不好听一点的啊，这牛马韭菜是不配玉的。真正的玉是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经济上行期，大家赚钱容易，那你花个对吧，1800的或者2000买个什么，在手上盘一盘消费嘛，对吧？现在经济不好啊，就没必要在这儿交智商税了。记住了啊，是所有的文玩和玉石，还有翡翠算珠宝吧，玉石还不算珠宝，玉石算文玩，应该这么说呢，我记得也不太清楚。这是第3个啊，那现在网上有多少直播间在卖这些石头、卖这些玉的，还卖那些文玩，对吧？还什么天珠啊，什么各种啊，这些还有卖国宝的，对不对？都是一个道理啊，超过9块9就不用看了。这些在柴队队直播间买了，对吧？好几万的人，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这么多直播间，为什么就抓柴队队呢？难道只有柴队队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只有他一个人吗？卖玉石的难道就他一个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吗？如果把这个范围扩大啊，不光玉石，那还有其他的销售伪劣产品的，对吧？已经被对吧是有关部门这个处理的啊，比如这个东北雨姐对吧？还有三只羊。还很多啊，就是说怎么他们没有被刑拘呢？而柴队队被刑拘，这个给现在还在网上卖这些玉石、卖这些卖货的这些人啊，敲了个警钟。也就是说，你卖货啊，你弄得不好，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是可以抓的，对吧？是可以负刑事责任的。这柴队队就是个案例。红薯粉里面没有红薯，是木薯，那个算销售伪劣产品吗？把淋巴肉做梅菜扣肉，那算销售伪劣产品吗？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抓，所以我觉得柴队队被抓啊，那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不是说他不该抓啊，要记住了，就是让他现在负刑事责任的，恐怕不光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因为有很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只是把直播间一关或者交点罚款就没事了。那柴队队为什么跟他夫妻俩人被刑拘？你再想一想啊，这个最近罗永浩跟西贝对吧？关于预制菜这个事情，最后罗永他最后发了个声明，也就是说停战，他也不告什么西贝了，他以后他也再不去这个跟他去口水战了等等啊，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看，那个罗永浩自己不是最后发了一个吗？很长，他的最后一条说什么？那意思是说啊，如果接下来罗永浩消失了，那么就是他被跨审，知道吧？然后他说，如果我被跨审，那这个事就大了，那所有参与的人，我会让他们后悔一辈子。这个罗永浩说的比较含糊啊，比较委婉，他也没说他谁要跨审他，也没有说他是不是接到了威胁电话。总之他后面莫名其妙来了这么一句，给人感觉好像他已经对吧受到了某种压力。那柴队队是不是这种情况？罗永浩某种程度上啊也是吓到了，毕竟啊那有的地方对吧，他有跨审的传统啊。我记得曾经啊跨审把一个医生给办了，那个医生到现在好像有点神叨叨的，对吧？就是因为那个医生啊说那个是说那个什么一个酒吧，跟酒有关，他质疑那个酒对吧有问题，或者是那个酒他吹的那个功效啊达不到，大概这样子啊。因为我当时了解的也不是太多，结果那个大夫吧就被跨审了，后来出来以后就一直不顺利，好像现在是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呢。我在想啊，罗永浩恐怕不得不这个对吧，他不考虑这个问题啊。前有那个医生，后有这个柴队队。我记得这个柴队队好像还上过央视，央视曾经宣传过他，央视曾经捧过他。所以我把这个事情捋了一下啊，我个人感觉啊，这个柴队队对吧，他大概率是从类似于河南南阳石佛寺这种地方拿货，或者甚至比那个地方还便宜，对吧？南阳石佛寺从哪儿拿货呢？对吧？也就是柴队队去拿这种货，然后自己通过什么润色，通过这种生产
然后给他后面加俩零往出卖。突然发现某些超市的吧，某些商场，哎，加了3个零往出卖，于是心里就不服，说你太黑，有没有可能？对吧？这个20块钱的东西我卖2000，好吗？你卖2万，这还有天理吗？这不讲武德啊！你太黑了，所以他就马上矛头一指，把自己变成一个正义的化身，对吧？我这加2个零是行内行规啊，你居然加3零，对吧？东西都是一样东西啊，凭啥？所以他，对吧？跳起来揭发，他揭发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想想自己屁股不干净，对吧？自己也经不起查。最主要是你揭发的对象，你是踢到铁板上了，对吧？人家有神功护体啊，人家已经有人设，对吧？何况你自己屁股还不干净，这是提着灯笼上厕所啊，叫找屎。所以网上有很多加1个零的，哎，他就打假这个，这是一个逻辑啊。你看我就加了1个零，你还加俩零，你这太黑。实际上就说明这个玉石市场多乱，这文玩市场，对吧？太乱了。本来文玩市场就乱，就是见人一个人一个价，对吧？见什么样的人开什么样的价，就是蒙。这本身它这行业特点就是这个，要不然怎么那些人以捡漏为荣呢？对吧？以捡漏津津乐道呢？对吧？这东西本来能值8万的，哎，他非忽悠你说这种不值钱呐，最后给你400块钱拿走了，哎，他高兴。你能说他是欺诈吗？人家这叫捡漏，这行业就是这样的。卖给你的时候那假的，对吧？不是这东西本来他是300收来的，他非要卖给你3万，对吧？这是他老祖上传下来的国宝，对吧？故宫1件，他1件，一共世界上就2件，那你说怎么办？那你能说他是欺诈吗？能把他抓起来吗？抓不了。他这行业特点就这么个特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柴怼这个事情恐怕给罗永浩敲了警钟。也就是说，罗永浩，你不要以为你有理，对吧？到时候办的就是你有理的。你想想，罗永浩他也直播带货他卖了多少预制菜啊？那万一人家在后面给他翻出来，你这预制菜有问题，这不跟柴怼一样吗？结果他踢这个西贝没踢动，把自己整进去了，这完全有可能。这个事情也告诫我们对吧？以后也别乱踢乱怼每个企业后面恐怕有个神仙都有个保护伞，尤其是大企业，对吧？跟当地的税收对吧？跟当地的这个就业都密切相关，跟当地领导的这个，对吧？ GDP 都有关联。现在经济都不好，卖地也不好卖了，对吧？很多地方政府就指着这些企业，还能给他来个3瓜2枣的，对吧？你要把它整黄了，他不跟你拼命同时柴怼怼这个事件也给那个直播带货的敲了警钟，也就是你直播带货，你卖这个假冒伪劣，你是有刑事风险的，可以抓你，给整个直播带货行业敲了警钟直播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企图通过欺骗消费者来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市场的唾弃。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半月谈他今天刊登一篇文章说拼车拼单拼婚，年轻人进入拼时代了吗？说万物皆可拼单，让年轻人上头。也就是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于拼单呢？这是半月谈他一篇文章。而夜幕降临，天津南开区的写字楼灯光渐次亮起，95后上班族小张熟练地打开手机，在某小程序上发起订单，20元的凉皮，经3位陌生人拼单后仅需9.9元，省下的钱购买半杯奶茶。他笑着说，这一幕正在中国各大城市高频上演，拼车拼单购物成为人们的习惯，拼床租房群涌现，拼婚攻略或点赞收藏，就连宠物医疗、健身私教、奢侈品租赁等都出现拼单身影。拼模式正以惊人速度渗透进当代生活的毛细血管，进入年轻人的生活，万物皆可拼。25岁的小李在辽宁本溪生活工作，他经常会拼局、打剧本杀、狼人杀。他把拼局理解为一种无可奈何，实在凑不齐人时，我才会去和陌生人打本。小李认为这种拼局有时会很奇妙，陌生人扮演着亲属、恋人的角色，发生的故事很有趣。对年轻人而言说拼其实是建立某种生活关系的模式和途径，在这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小李告诉半月谈记者，在剧本杀拼单中，很多人选择练陪位，这是年轻人新的排解孤独、体验快节奏恋爱的方式。吉林00后药剂师小赵是一个资深的拼旅游用户，自己一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会选择跟人拼住青年旅社。除了拼好住，他还会选择拼好玩，
比如在网络平台上寻找旅游搭子，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一些朋友，大家会迅速熟络起来。过后想想还挺有意思的，是一段津津有味的回忆。年轻人以万物皆可拼的生存智慧，找到了生活的平衡点，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群文化，成为他们应对现实挑战的独特方式。拼背后的务实哲学，对于拼生活方式，在广东读大二的琪琪说这样的消费门槛降低了，通过拼单可以用更低的单价买到同样的东西，性价比提高，还可以体验到很多新的东西。年轻人在拼单哲学里有严谨的思路，品质第一，价格实惠也很重要。拼单是更务实的消费形式，能够准确满足当下年轻人的需求。这个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宝仪分析说，年轻人拼单不只是为了节省开支，更重要的是拼是一种社会行为。年轻人喜欢在拼过程中获得与陌生人相遇的奇特体验，增强社会互动交往的愉悦感。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拼单可以减少资源浪费，塑造更加经济节约型的消费环境。深圳初中生小茹告诉半月谈记者，他身边很多人会拼团买谷子，就那个二次元周边产品呢。比如官方旗舰店发售谷子，通常会有满赠活动，但有的人只喜欢谷子，有的人喜欢赠品。拼团能够把谷子和赠品分开卖给需要的人，一般还有团长来组织协调，这样不同的人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拼团这种深度互动的消费行为，反映了年轻人更为灵活自主的消费选择。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年轻人甚至把拼婚看作宝贵体验，通过共同筹办婚礼建立珍贵友谊。拼婚并不只是为了省钱，而是代表一种更为轻量化、时尚化的社交方式，既把人生大事里的俗套虚礼仪升级为互动性更强、体验感更丰富、个体或小家庭的社会化连接更广泛的社交活动。更轻松更有趣过程是选择拼背后最重要的因素，让共享基因开出现代拼文明。当年轻人的拼生活演变为文化现象，一些争议也随之而来。19岁的小王在广州上大学，生活中时常和室友拼单。他说起一次比较尴尬的拼单经历，奶茶商家出了4杯团购，但是可选的口味是固定的，这时会产生分歧。比如一个口味只有1杯，我想喝这个口味，室友也想这杯，这个时候比较尴尬。拼这一消费行为实质是对消费者需求的一次再分配，因此有效的沟通是必要的。辽宁小李拼局经历中也存在沟通不畅、不充分的时刻，一对情侣玩到一半开始吃饭，然后就不认真玩，导致我和朋友花了钱，但是体验很差。拼车中耽误时间，有些乘客存在不礼貌、不卫生行为，拼单中的个体差异和观念分歧等，都揭示了拼生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中国社会文化始终存在共享基因，要想让拼生活获得更好的体验，关键在于建立规则。目前上海已试点共享居住备案制度，各消费平台出台了具体的投诉举报监督机制，拼单平台也应有相应的超时赔付机制。这场拼热潮折射出年轻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构，就像婚礼从三无，无接亲、无伴郎伴娘、无证婚人等极简婚礼，走向3拼：拼场地、拼服务、拼创意。当物质丰裕遇到价值多元，新一代年轻人正用更为理性务实的价值观和开放包容的集体智慧，书写属于他们的生活哲学。这个半月堂啊，他这个说万物皆可拼啊，年轻人进入拼时代。我想到了啊，把这个消费降级啊说的这么清新脱俗，也不容易啊。这个就是典型的消费降级，只不过啊，年轻人还不好直接面对，所以给自己找个借口，找个合理的解释，它掩盖不了收入下降、消费降级这么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这个反映出啊，年轻人在收入下降的背景下，但是还要追求一些比较，对吧，有质量的生活，所不得不采取的这些措施。拼是为了降低成本，降低成本的同时啊，实际上服务也降低。比如说啊，拼车，既然拼车，你就不能选择别人，你要想舒适，那你就专车，一个人坐辆车，对吧？如果想降成本，那你就拼车，拼车你就不知道另外那乘客是什么样的人，也可能是个大胖子，也可能有狐臭，对
对吧？有可能身上有异味。这个万物可拼啊，不是消费的智慧，实际上是困乏经济的残酷的写照。年轻人将人脉与需求碎片化、货币化，实际上是支付能力崩塌下的无奈妥协，而资本呢，却迅速的把这个又包装成一种风口、一个时尚、一个标签，对吧？无非是让你穷的安心，对吧？如何穷得更高效？所以这个拼单啊，不是什么文明，折射出的是一代人呢沦为系统性压力的，也就是买单的，对吧？一种悲凉啊，为这个房地产低迷啊，为这个房价崩盘，为经济下行买单的这么一个事实。所以你把它描绘成一种智慧，无非就是一种心理安慰。你不管怎么去美化它，对吧？你总是形成一个悖论呢，因为你一方面刺激消费，一方面也歌颂这种拼单，这种节俭，这本身就是叫左右手互搏，左右挨耳光啊，是吧？一面在刺激，在想办法让你去多花钱，给你贷款、消费贷，对吧？给你补贴利息。一方面说，哎，你合理，拼单是智慧，对吧？拼婚是拼车智慧。所以这种悖论呢，也是反映当下这个经济啊这个问题比较突出，难以克服。这个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两全其美。现在网上啊，我看很多那个拍短视频的，就拍那种塑料情啊，就是闺蜜之间万事皆 A 呀，我发现还挺火的。实际上它就是反映当下的一个现状。这个经济萧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经济萧条不是说经济不发展了，那经济增速还可以啊，对吧？5%，那为什么大家总觉得累呢？对吧？总是不敢花钱，还要拼，对吧？你还要提倡年轻人去拼。实际上，经济萧条就是不活跃的主要原因，就是流动性变差，就大家都不愿意花钱，都不花钱，流动性就差。流动性差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个贫富差距太大，就是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就头部，然后大部分就牛马韭菜呢，他手上没有什么钱，对吧？他手上钱就够拼的。那你想想，你这个流动性能好得了吗？对吧？极少数人呢，他掌握着90%的财富，2%家庭，对吧？占90%几的财富。那你说这2%的家庭，他能花什么钱呢？他每家每户都买私人飞机，对吧？都买好多包，都买游艇，他能花多少钱呢？天天造，一天吃8顿，花不了多少钱。所以说，但是这些钱又集中在他们那儿，而90%大部分这个牛马韭菜没钱，手上没有钱，有点钱还得想着养老，对吧？想着医疗，怕生病了没人管，所以他还玩命的往里存，不敢花，最后就变成拼单，对吧？花钱都要算，精打细算，对吧？勒紧裤腰带。在这种情况下呢，经济它就不流动，对吧？然后你怎么刺激都没用。这个时候你说放水，对吧？银行把钱往出放哪儿去呢？没人要。有钱人，对吧？他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他很容易到天花板饱和了。普通人没有钱消费，还要拼，对吧？拼单，拼好饭，所以这就会形成通缩啊，最后就变成经济大萧条。胡一静老师说了，都发钱，相当于都没发。拼呢，明明是年轻人迫不得已，偏偏被媒体宣传成一种时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